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有年一个查甫人倒伫咧路里，方发现有枪，佮有毒品，警方追查落去查出329块海洛因总价值超过10亿一个毒品案。今年已经到6月底啊，敢若出现2个风台，比平均4.3个更较少。气象署估计下半年可能有3个至5个风台会接近台湾。代表5月大起价，造成国内寿险业了上千亿，创下2020年以来上惨的纪录。因为今仔日代表汇率搁再起到28.9块的绩效。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中有查到毒品案，拢总是查出329块海洛因总价值超过15亿。会查到这案是因为去年底有一个查甫人倒伫咧路里，方发现伊身躯顶有炸枪，佮有毒品。警方追查到因兜发现到大量的毒品，也佮有枪甲枪支。现在同意我们进去搜索吗？同意。警方带姓陈的查甫人登去因兜，敲到大量的海洛因砖啊，数量真惊人。就是一块的。对啊。这寡纯度真悬的海洛因砖啊，有2个面层遐宽，佮加进前敲到的价共有329块，市价15亿。另外也敲出86包91.1公斤重的卡西酮毒品原料，甚至佮有几支枪。先小心清枪哦。有弹夹。警察斟酌咧整理，因为这寡奥地利的枪威力真强，乌刺一支卖甲30万，计共敲到4支枪780粒枪支。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会互警方调查，是因为伊去年11月底食大量不明药啊，倒伫路边放送病院的时，身躯顶有发现2支枪甲遗书。为史上次大中部地区检警机关查获最大量之毒品案件。警方无排除是不法集团为着防范乌食乌做准备，这届查到的毒品量真惊人，是咱国力上涨到的第2大案件，哪像拢是走私入来的。不过，姓陈的查甫人表示，这寡拢是朋友寄囥伫伊遐，其他资讯伊拢唔愿交代。检方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走私甲运输低级毒品罪嫌提起公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年已经到6月底啊，敢若出现2个风台，比平均4.3个更较少。气象署就估计下半年可能有3个至5个风台会接近台湾。也目前伫咧南海到菲律宾之间，就有热带扰动正在发展，而且估计7月初伫关岛附近嘛有风台会形成，到底敢会影响到咱台湾，也搁来观察。大台北早起，日头赤炎炎，暗暝11点，局部地区气温已经升到35度。黄霜雨季就要结束，进入风台季。气象署回顾，今年黄霜雨季是1950年以来的第8暖，当中有6波的风面。5月降雨集中伫中北部，6月降雨是以中南部为主。那后半年有可能会有3至5个风台挖进台湾。不管是气候值的这个灰色阴影，或者是预报值的这个柱状这个黑色线的柱状图，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以3到5个这个的几率是最高。在7到9月份这个季节的台风第一种就是往西，另外一种就是在台湾的东侧这里北转。目前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上，规大片大低压中。热带扰动继续的发展，也在整合中。虽然已经有无少预估，伫7月初关岛附近会有风台形成，也毋过敢是有机会挖进，也是影响台湾，也爱进一步的观察。目前来讲的话，因为还是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环流中心正在组织的一个情形所以短时间之内是会发展成这个低压，甚至是有热带性低气压以上的一个强度的话，这个在短时间之内都还是要再去做一个组织的一个部分。一直到拜六。各地日时拢也是好天烧热的天气形态，也毋过受冷心低压影响，局部地区过昼了后雷阵雨雨势较大。气象署特别提醒，日7过昼了后，伫西半部地区甲各地山区特别爱注意大雨也是热的天气。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有民众တင်情讲，去互做装潢的业者骗去，这工程款收了，却一直拢在拖，唔去施工，而且受害者是包含伫咧湘北地区、台中、嘉义等等，至少有20户受害金额要到600万。立委也提出5大诉求，呼吁公部门得赶紧来建立装潢征收的制度。伫厝内蹲真侪茶帮，抑个哩哩扣扣的物件，拢无法度带人。本来是成家的美梦，却变做心中的痛。有几类民众တင်情讲，甲某一间空间设计企业社有工程的纠纷，受害者遍及到湘北、台中、嘉义等所在，受害者至少20户，受害金额初步估计要到600万。我们被骗的那间公司到现在网络上都还查得到营业登记，是我们国家让这些蟑螂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吗？这是一套设计好的骗局，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呼吁政府正视这个结构性的漏洞。受害自主指控工程行负责人，伫工程款摕到了，直接以重感冒、车祸等借口拖沙无施工，让一间乱糟糟的厝无法度收尾。立委也提出5大诉求，包括要求各都市应该赶紧全面检讨相关的装修契约，严厉保障消费者的定型化装修契约，鼓励使用大户旅游，并且建立合格业者查询平台，提供民众会当信赖指引。也要求消保处要公布装修加抓业者的名单，避免民众互因骗去。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其实我们都要做兼顾。我们希望在年底之前能够我们把这个草案的这个部分能够报到行政院那后续能够继续来进行法制的作业。如果你有相关的内容的话，欢迎给我们，我们就转轨在地的相关的县市政府，由消保系统先做第一层次的一个处理。立委也呼吁伫咧年底，办好装修契约应该记载，抑个未当记载事项公告进前的空档期。各都市会当查的就赶紧查，会当发的就发。营业登记爱撤销的就撤销，这能防止这寡装修加抓，各有民众受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雾峰有居民控诉，这地主是唔管因家的住户有优先买地权，直接将土地卖给建商，还因的厝地互拆掉，而且有6个住户向环保局来检举，讲这建商违法施工了后，因兜着向乌白倒废土来报复，怀疑是环保局漏摄因的个资，所以今仔日去到监察院来定情。大卡车倒大量废土，现场是路畅畅，也阁有住户门前门后拢放倒废土，处理拢成问题。案发地点是台中雾峰，居民当年租地起厝，住户主张原地主无顾到住户享有的优先购买权，2年前互原地主卖互建商，建商虽然有提出拆迁补偿费，也毋过双方讲袂好势，告上法院。住户也指控有6个住户向环保局检举建商违法施工，想袂到徛家后来拢放倒废土，倒垃圾废弃物于家门口这个动作来恐吓住户。台中市环保局人员疑似泄露住户个资，致使居民安全饱受威胁。他给我前面后面全部都塞住，我没有办法出入。如果发生火灾还是意外，我根本没有办法逃。自救会认为，多个废土影响徛家厝地，若发生火灾，后果会不堪设想。这期是环保局人员将检举告知设备予建商，透早上北向监会定情。由值班人员受定情案，对此环保局强调一切依法行政。本局处理民众陈情案件时，皆要求稽查人员应恪遵本府受理检举陈情案件保密实施要点之规定，对陈情人之身份资讯应注意保密，不得泄露。本局多次受理雾峰区6股路9的4项的案件，均派员至现场稽查。对指控，环保局强调，有几啊摆受理相关定情案，拢有派员稽查，当场有查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情况，依法开罚12万。也强调，若稽查过程有违反保密规定，调查了后一定会依规定处分。因为依法，建商是新地主，强调专案诉讼中一切交予法院判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代表5月大起价造成国内寿险业5月份得了1066亿，创下2020年以来上惨的纪录。因为今仔日代表的汇率搁再起价有起到28块9的计数，或者表示讲，咱出口业者唔但爱面对美国的关税，即马代表搁起价，可能会愈了愈济，唔敢接订单。新台币汇率伫即礼拜已经强升5.69角，伫拜五开盘时阵，搁再度强势升达，开盘是29.14块，升2.5分。不过过10点了，伫大型出口厂商立场，新台币搁再面临抛汇压力，盘中是到28.956，升2.09角，创2022年4月初八以来新高。大家预期，尤其像对美股表现也很强，所以预期后续可能例如说科技半导体有更好的表现，所以资金就涌入来往这方面走。有会员人士讲，新台币29块若破了，台币升值的压力就会继续扩大。只是新台币升值自5月就开始，已经让国内部分业者无法度负担。根据金管会公布的资料来看，寿险业原本伫咧4月底累积的获利约有449亿。不过，受到5月新台币升值的影响，毋但是无赚，连到约过了617亿，敢若5月一个月就了要加1066亿。因那国内出口导向的机械业也第一个受影响，业者只好赶紧想办法避险，同时也希望央行爱赶紧出手稳定汇率。我本来报价是用29，现在可能我又往下修2块，还是2块多的左右的时间，然后短时间内赶快出货吧。对等关税如果提高，好，从现在10%提高到15%、20%或者25%，那对厂商来讲就雪上加霜，那他更不敢接订单，而且长期来讲，如果新台币它的汇率还是继续维持强势的话，那我们的厂商他有可能会选择出走。因那学者是讲，央行应该出手稳定汇率，透过增加新台币强劲，立场阻止新台币升。若无新台币继续强升，那影响出口业者的获利，就连经济成长率也受到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制造的米鹭，那像大量用俗价卖来咱台湾，触及到咱国产的米鹭。财政部甲经济部是拢已经初步认定，确实有倾销的疑虑。为着要防止咱台湾的产业继续受害，对于7月初3开始，特别扣临时反倾销税。针对中国的米鹭，上济是要扣到64.14%税金。支持国产啤酒，严惩中国倾销。立法委员甲台湾的业者最近开记者会，指责中国的米鹭用不当的补贴甲俗价倾销，抑个中国制造的米鹭拍着国际品牌名气，顶头只敢用正税率标示原产地，误导消费者，也打击台湾的米鹭产业。不可能可以一次给1个月的那个跟您去年同期的比增加了59%，将近6成的量，所以这完全就是为了闪税而要过来的。这5年来，中国啤酒进来台湾已经来了160亿了，那相对的，只要挂着台湾的品牌，因为在它的在华注册信息不完整的这样子政策之下，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过去。在南部，他们的一个方式就是，只要庙会只要有这样的绕境，他们就有整箱提供，整箱在售。这部分对我们这个台湾烟酒造成很大的影响。这嘛，政府也出手对中国产制进口米鹭，也个特定劣压扁压贡品，初步认定是有倾销的疑虑。为了要防止台湾的产业继续受害，自7月初3开始要扣临时反倾销税，对中国米鹭进入是基林百辉，扣的税率是13.13%到64.14%。劣压贡品是16.9%到20.15%，期限是4个月。有倾销的一个情势，而且对国内的产业有造成实质的损害。最后核定日之前的这一段期间呢，对上述的产品呢来苛征这个临时反倾销税，为期4个月。就大家放心因为这是初步的认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财政部呢，为了验证它这些回复问卷资料的正确性跟真实性，我们会到他们厂商的实际的营业场所去做实地查证，再去测算这些最后的这个倾销的差率。对中国米鹭倾销的最后认定。审计小组除了用产业损害这个因素做主要的基础，也参考案件对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影响，上要来决议是不是正式来扣反倾销税。财政部上紧伫咧10月就会完成调查认定。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7月2日就是罢免案的投票日，国民团体今仔日就甲民进党立委做伙出来呼吁选民，就爱去投同意票。因为国民党是邀请到民众党做伙去参加7月初5要举办的反恶霸活动。另外，检方是继续咧侦办连续造假案件，针对着民进党立委蔡其昌、何欣顺的罢免案，是查出有伪造4258份的连署书，即马是已经起诉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等34个人。大声喊口号，要互5个国民党台北市的立委落台。大罢免来到第3阶段，离7月2日投票剩无甲1个月。国民团体27去甲小巨蛋头前，请民众投同意票。几个民进党的立委甲市议员嘛来到小厅，用行动响应全台湾的示警。我们一定在这一场大罢免、大成功的战役之中，绝不缺席，来协助公民。另外，嘛有公民团体宣布7月初5开始，为桃园罢免区起鼓，透过机车队沿路救支持，催出同意票。面对民团甲民进党合作的气势，拿白联手展现在野反制恶性罢免的力量。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委，也就是台北市议会议长戴锡钦，伊特别拜会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邀请伊参加7月初5反恶霸的活动。黄国昌嘛宣布要举办向市民报告的集会，邀请南洋的立委来参加。台湾的民主被赖清德所领导的民主进步党逼到悬崖旁边的时候，退无可退，无需再退。我们必须要勇敢地站在第一线。20号，民众党也将举办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同时他也有邀请我们国民党台北市5位的立委来共同参与。那站在台北市党部的立场，我真的非常感谢国昌主席能够雪中送炭。除了我们自己个别选区跟有渊源的民众党的委员来做合作之外，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个整体性的合作。不过，国民党不时连续的风波要继续伫咧拖，检方侦办立立委蔡其昌甲何欣顺的罢免案，查出国民党台中市党部涉嫌要求党工抄党员的名单，伪造4258份的连署书，27侦结起诉34个人。利用该党党员名册集体抄写伪造罢免案之提议人名册，递交中选会，行使伪造私文书，且非法利用被伪造人之个人资料，自身损害于被伪造人、被提议罢免者。这些国民党的基层党工呢，接受上面的一声令下，那去做这些事，现在被起诉了，却好像呢上位者对他们漠不关心。检方指出，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第1组总干事吴匡良、书记长陈建峰，加做高阶干部，事后煞受未正的行为，一直到侦查终结进程才先认法案，甲这2个人要求当判刑。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台南市府检考会主委王志成涉嫌使用特技会甲公务车去互调查，检方伫咧2日暗时复讯了后，互王志成以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因为王志成本人嘛已经请示核准，台南市府强调依法行政，全力来配合检调单位，袂放任。一透早来到台南市府检考会办公室是照常运作。检调至6起超涉嫌滥使用特指挥甲公务车的检考会主委王志成，经过一暗的讯问，王志成以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那因某嘛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的罪嫌，是5万块交保，嘛限制出境出海。那王志成本人呢是已经辞掉检考会主委的职务。本案静待司法调查。那基于呢对市政运作的尊重，那蒙志成副教授已经向黄伟哲市长提出请辞，那市长也准予同意。王志成被指控滥使用特别费，佮派公务车载亲人。根据了解，台南市调查处接到内部检举，讲台南市府有公务员违法，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那王志成日后面对镜头是发冤枉。我都不知道啊，那就让他检举，乱检举，对不对？王志成辞职了后，就无搁对外回应。最近全台湾连续爆出公家机关公务车使用的证据，为监察院到地方政府拢有。有民众认为这拢是百姓纳的税金，当然观感会不好。都是民脂民膏啦啊！这件事情必须要调查清楚，勿枉勿纵。政府单位或相关单位应该要严格控管那个公务车的使用方式，以及公里数都要
报表做好。目前台南市府眼科会业务由副主委暂时代理主委的职务。台南市府强调讲，2011年都颁布公务车管理使用要点，首长就职嘛会提供相关资料。2024年嘛有办441场宣导，刷落来嘛会继续加强宣导。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交通部观光署长今日正式交接，由松山文创园区的前总监陈玉秀来接任，正做观光署头一位来自产业界署长。针对着台湾人一直咧出国佚佗，外国游客所唔来，咱国内观光业是真恶经营的问题。陈玉秀表示讲，敢要追求这观光客人数，这也会当继续来讨论。也毋过发展友善环境的饮食旅游，嘛是一种选择。担心我这种从产业界来的人啊，会不会不习惯公部门的这个运作逻辑哦？观光署头一位来自产业界署长陈玉秀拜告完成交接典礼，伊进前是松山文创园区的总监，长期投入文创的产业。伊讲台湾要推动观光，上重要就是人和文化，未来会特别包装台湾的宁静美，吸引外国游客。前署长周英辉也伫交接的现场解鼓励。观光的这个整个事业啊，这个千头万绪哦。不过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 talent， 就是人才的培育；第二件事是 innovation， 就是创新。台湾伫2024年受到风台地动影响，国家旅游成绩衰退，但是个人的出国人数达到1684万人次，来台湾的外国游客却敢若785万人次。台湾人一直咧出国，外国游客却唔来，观光产业歹经营，也加做新署长的挑战。应该是会比去年好很多哦。那我觉得台湾是不是一定要以量为我们单一的一个 KPI？ 因为呢，我们过多的游客也会对我们原本的住户产生影响，对不对？陈教授表示，未来观光署会关注台湾饭店介绍收关的问题，重新和业者沟通。伊认为提供订房的补助唔是唯一的选择，要对源头来解决，提供个人外国游客一个人人喜意的旅游环境。记者第一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因为奥运棒球赛带动全民关注体育，教育部即马嘛要来举办2025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鼓励全民来培养运动的习惯。另外，体育署嘛针对着9月要成立的运动部来提出要加强辅导甲监督的机制，建立有公信力的运动体系，嘛以运动员的权益来优先。去年台湾第8届奥运世界杯棒球赛拢有好成绩，嘛带动全民关注运动。虽然负责全国体育的署工是体育署，不过属伫教育部下底。为着要让体育政策有系统性的资源甲专业支持，9月咱运动部要正式挂牌。伫这之前，教育部先透过主办2050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来提升全民运动的风气。换招台电馆来做代言人，伊嘛期待未来运动部通为运动争取愈侪资源。要不要比一场？比一场吧。好，比啊！要比，就到总统杯去比。国家要强盛，就是它的运动、它的艺文都一定要很强，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一个未来嘛。所以我希望台湾将来就是一个 very active Taiwan, attractive Taiwan。为着要落实总统赖清德健康台湾的政见，推广全民运动，体育署25嘛有针对未来运动部提出体改2.0，要来强化体育团体的组织辅导和监督机制。未来各协会运动员委员会和现役的运动员来参与委员选举，希望建立以运动员权益优先的社会共识。到国人在重大的国际赛事的精彩表现呢，不但让国人热血沸腾。当然呢，也直接促成了我们要落实总统的政见，就是成立运动部。那么运动部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就是全民运动。教育部表示，除了对组织方面重新塑造体育协会组织的治理文化，建立有公信力的政府体系，来强化运动经济发展，嘛唔望延续民众对运动的热情，鼓励全民参与，用体育壮大台湾。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桃园市环保局对7月开始，针对着乌白蛋熏头、乌白配树林糖等等6项破坏环境卫生的问题，要甲这罚金调悬3倍，增加到3600块。因若是污染危害真严重的，上当时会当罚到6000块。伫中日有人乌多摆徛徛咧，煞停伫路边，家一包粪扫等伫人扛棒下骹，去互监视器翕起来，互摕去检举。
另外一件伫鼓山区，有人骑奥多摆乌白蛋昏头，有行车记录器翕到提起检举，这两件拢互罚1200块。为7月份开始，若伫桃园乌白蛋昏头甲粪扫等等，都会加重裁罚，会罚3600。这不错啊，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不然你满地都是垃圾、烟蒂、槟榔渣一大堆，这个你抓也抓不到啊。现在外面也不能乱抽烟啊，都马是要有指定的地方啊，所以可能都是比较多，都是骑摩托车抽一抽就丢掉的。虽然我不会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好像罚金有点高，因为如果说罚3600，应该有其他更多应该要提高的，可以去调整的。根据环保局的统计，去年裁罚乌白蛋一般废弃物的案件内底，昏头乌白蛋的是占4成，有甲2855件。今年1月至4月，嘛有604件。环保局讲，昏头毋但真好分解，而且内底有真侪有毒的物质，便若落水沟底，排水系统就会塌掉咧，增加饮水风险，所以决定提高罚则，阻挡昏头乱弹的情形。其中针对乱丢烟蒂跟未依规定排出垃圾，这个对环境的影响是最大，所以我们的起跳处分金额大概会从原本的1200提升到3600。除了昏头甲粪扫乱弹，环保局讲，较接看的检举的案件，包括宠物伫咧公共场所乌白放尿放屎拢无清，还有乌白顶伫咧路边、甲徛街外口等等影响环境甲卫生的物件，还有乌白配槟榔汁、树奶糖。造成地面甲水沟的污染等等的行为，为7月份开始，嘛会加强来查办，会罚到2000以上。公视新闻唐报道。最近高雄火车头附近是小连续发生2件，毋是排班计程车的司机，咱就是伫咧临时接送区抢人客纠纷。交通局表示讲，这临时接送区大家拢会当使用，针对有计程车私底下违规排班的问题，会个甲警方来研议，并扩大科技执法。大哥，这里可以坐。好，慢。细皮运将载人客来高雄火车头的临时接送区落车，拄好有新的人客要坐，但是所有人出手出来动，双方起冲突，报警处理。警方到场，当人客运将涉嫌强制罪，而且高雄地检署侦办，因为2个司机伫临停区拢离开座轨，一人一张罚单。他有没有阻止你接客人这件事情？他把客人拉走，这部分我要直接提告。类似的招客纠纷，顶礼拜嘛现伫车头附近，主要就是因为非排班计程车的合法载客区，甲车头有大约100公尺远。若是有看到人客要坐车驶过去，定定会去互拄好经过计程车载走，所以这个运将就家己组一个排班联名调度车辆。交通局表示，停车区临时停当区拢只有限制车种甲停的时间，只要下规定，大家拢会当停。尤其临时接送区毋是排班载客所在，袂使用排班的方式来轮。对此，联名总干事讲，这是为着趁价不得已的做法。因为车辆多，爱对啊慢慢啊排过来，毋是讲载人客来就随载人客处理，安尼对面遐咧排的就拢免入来排啊。只要发现讲有人占用或者我是讲不要别人载人客，这部分阮会建议讲爱找警察局，警察局会用去处理。讲真正讲袂听，会当用迄个刑法的部分去甲处理安尼。因为临时接送区敢若会当暂停3分钟，附近嘛有科技执法。不过阮将也是会用头一步的方式闪镜头，也是驶出去洗衣裤啊，才阁回来。交通局强调，为着要阻止这款违规乱象，后续会甲警方研议扩大科技执法的范围。记者郭家祖、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搁一上要紧来关心着美国总统川普正经讲，伊朗的核子设施已经互美军的空袭毁掉。即马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伫咧2日是出来强调讲，美军的攻击对因伊朗的核子设施其实无造成偌大的影响，而且也讲到美国若是搁再发动攻击，伊朗一定会还击。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2日伫咧单位影片内面，第一遍伫以色列停火了，暴露伊朗民族的胜利，并且再度强调袂投降，也讲美军根本无对伊朗核设施造成影响。不过美国若搁攻击伊朗，德黑兰将会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更加侪打击。دادگاهی بین المللی است به طور مستقل اما نتوانستن کار مهمی انجام بدن. حقیقت دیگری وجود داره کاری نتوانستن انجام بدن به مقصودی که داشتن نتوانستن برسن این حادثه کوچکی نیست حادثه بزرگی است در آینده هم این حادثه伊朗核设施目前被摧毁的情形也无确实的报告。美国国防部长赫尔塞斯强调，伊朗核能力已经被摧毁。伊批评媒体伫咧报道美军这边的半面挡退行动有误设的立场。In hunting for scandals all the time,
in trying to find wedges and spin stories. It was preliminary, a day and a half after the actual strike, when it admits itself in writing that it requires weeks to accumulate the necessary data to make such an assessment. Cheer against Trump so hard. It's like in your DNA and in your blood. 赫格塞斯批评媒体报道，讲甲敢若是伊朗的核设施损害情形，无白宫宣布的遐尼严重。在此进前，美国几多间媒体提到来自五角大楼的国防情报局报告，讲美国打击伊朗行动可能只是互因的核计划倒替几多国家的苹果。好伫荷兰海峡参加北约峰会，川普真无欢喜。除了伫咧社群媒体反驳，也伫峰会记者会公开为这边打击辩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为着要防止战争发生，伫咧1945年6月2日批准联合国的宪章，联合国到当时已经成立80档。不过最近这几档陆续发生俄乌战争、以色列参哈马斯、佮伊朗的冲突，说是真少有去承担着实际效果。联合国的秘书长就提醒大家，唔通无重视联合国的宪章，伊嘛要来推动三大改革。联合国的纽约总部办联合国宪章特典，纪念今年6月2日联合国宪章签署80周年。不过，这份宪章这几年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We see an all too familiar pattern: follow when the charter suits, ignore when it does not.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not optional. It is not an à la carte menu. It is the bedroc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这几年，自俄乌战争、以哈冲突，甚至这个月伊战争，真侪国家拢常常指责对方违反联合国宪章，不过真少国家承担具体效果。在过去一礼拜，伊朗指控美国打击因的核子设施违反宪章，但是美国是强调是根据宪章自我防卫。有分析指出，联合国宪章或者是国际法，只敢能规范小国家，无法度规范大国。这是联合国成立了后上大的问题。正大程度是因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拢有否决权，但是彼此之间有正明显的利益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讲，将会上三大改革，包括提升效能、精简能力、加授权任务执行情形的审查。It's not just downsizing and job reductions or effectiveness. We have to reconcile the two objectives of making ourselves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in th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we find ourselves in, but also be attentive, as always, to the impact that we have in delivering on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Charter. 虽然联合国看起来问题真多，不过学者认为，伊依然是国际社会上大的公约数。或就算是上岁会员国，也有发出声音的所在。联合国应该回归到从一开始的使命，也就是防止战争。因为有一寡冲突，无一定需要联合国来解决。但是，若是强要发生核子战争，联合国秘书长也是上好的调解者。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北韩用11档打造的大型度假村，7月初1就要正式对外来开放。领导人金正恩嘛带伊的某囝做回去剪彩。外界就咧分析讲，这金正恩常常咧带伊的查某囝金珠爱去咧参加活动，这届伊的牵手李雪主嘛全程拢保持距离，有可能就是要来展现金珠爱接班人的地位。北韩用11年时间打造的大型滨海度假村关山甲麻海华丽游区举行完工的仪式。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嘛有来参加剪彩。这间度假村7月初1会正式开放。上时金正恩嘛带因牵手李雪主，还有因查某囝金珠爱做伙出席。李雪主顶一届公开出现是伫个年半进前，这一届伊穿较轻松的裤装，伫个镜头前，甲金正恩伊边仔保持一定的距离，陪伴伫个边仔。不过伊唱歌即卡爱300万韩元，差不多台票6万4酷一个牌仔，嘛互目睭前来韩国媒体翕到。另外，金正恩最近这几年来，嘛几啊届带金珠爱出席各种的活动，嘛去互外界认为讲是凸显伊接班人的地位。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关山甲麻海华丽游区会当入来2万的游客，4个唯一的设施包括餐厅、饭店、购物中心甲水上乐园。不过，敢若会开放北韩的民众来，无开放予国际观光客。这几年来，金正恩真拍拼咧拼观光，不过对国际旅客入境的态度算是反其反倒。
目前主要外国人客来源，敢若限定是中国甲罗西亚，尤其是北韩兵种往回罗西亚莫斯科的列车，嘛伫5年后会重新启用，目的就是要让北韩有更较侪观光的人阵。另外，25是韩战爆发75周年，北韩的民众举反美的海报甲标语，而且大力批评美国有偌尔恶质。北韩的媒体嘛，伫新闻的头版看韩战相关的报道，鼓吹反美甲反南韩的意识。专家解读，就算南韩总统李在明想要和双方的关系转和，不过北韩是无咧休，而且颠倒是用反美的情绪来和内部团结。公司新闻新乐陪朋友。镜头转来看国内，迄个台东上界出名的热气球嘉年华，7月初5特别伫咧诺亚高台正式起稿。今年的主角也就是哆啦 A 梦，官府是专工去甲日本买版权，委托西班牙厂商来打造，而且也伫咧关山镇清水公园来试用验收，吸引着真侪民众围观。透早5点半左右，关山镇清水公园大草皮，突然互民众看到一粒哆啦 A 梦造型的热气球踩起来。哆啦 A 梦造型球是今年台东县举办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新球，也是活动的主角。而是透早伫清水公园出现，互经过加载去运动民众看到，感觉真惊喜。就会吓一跳，原来它真的是1比1这样做的。看到这个有没有很高兴？很高兴。不过，官府对这个新造型球低调回应表示，因为甲日本原创公司有多项版权合约，还未对外公开。而且透早采球，是因为拄为西班牙建造完成回国验收的证书，目前验收的情况良好。官府讲，这个哆啦 A 梦造型球会甲其他30多粒国内国外新球，为7月初5开幕起，展示到8月21。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小琉球的海坪因为有观光客伫遐行搭，也阁有海胆伫遐咧生团，这是造成船塢带的生态危机。屏东县府就委托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结合当地观光协会、居民甲学生，对6月开始清除这海胆，嘛希望会当提升海洋保育的观念，同齐来守护船塢带。目标是清除2万颗。一般来说都是用撞击的方式把它撞碎。研究人员带学生囡仔挂手套，一人拿一支铁棍仔，甲一粒一粒的海胆拄好破。有的人一边行一边巡，有的跍伫大石看真足。屏东县政府委托中山大学研究团队，疑似伫小琉球的大坪上严重的区域，趁海胆生团的季节要到进前，赶紧来移除，希望恢复船塢带的生态。我们希望能够移除大概到20万颗，在那个核心区里面，我们估计大概有超过40万颗。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大概可以移除大概2万颗。其实，伫2021年就有资料显示，大坪遮的海胆数量大约有80万到100万粒，甲船塢带夹一空一空，严重破坏船塢的生态。嘛，因为这几年到小琉球观光耍水的人数增加，影响到自然生态，鱼、虾真仔变少，海胆就无着人。地属大坪的船塢带，拢互海胆占甲满满时。采用着国外即个大量的移除方式，安尼会当非常有效的降价，若有移除7成以上，有可能会逆转的。所以我嘛是希望讲。赶紧来实现。当地协会理事长表示，海胆突破了后，免单掉，就会直接变成鱼仔掺金仔的食物。这摆移除行动第一阶段，重点会放伫大坪较严重的区域。参与行动的毋但有专业人员，佮结合当地居民佮学生，大家做伙来抢救小琉球的船塢带。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关心癌症，已经连续43档排伫咧国民10大死因的第1名。咱对2025年今年开始推动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希望让癌症病人的用药时程甲新药入去健保的时间会当加速。今仔日健保司长赵宗良嘛表示讲，目前已经有4款新药入去给付，按算明年要争取到100亿个预算，提升癌症的用药治疗。癌症连续43年排伫咧国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1名。总统赖清德伫咧年内推出的100亿癌症新药基金，自2025年1月开始公告作业完结，第1年便50亿个预算，也宣布
要用偌济补偌济。而且，医界团体邀请健保署长石崇良讨论新药基金的永续性。那目前在上半年，我们已经纳入了4个新药，那么适用在癌药基金的支付，来大幅提升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免疫的治疗的部分呢，新的这个癌药基金所收纳的药物呢，都是按照全适应症给付，那么来这个使用。石崇良估计来讲，像2017到2021年，癌症5年级别的存活率，女性年癌的第2期、第1期就体检治疗，5年级的存活率大过 99.9%。要果若是到第4期才体检发现，那呢5年级的存活率就落到 39.4%。但是若比对美国的资料，1975年到2019年年癌的死亡率降低 58%， 这个若 25% 的贡献是来自体检，有 47% 的贡献是来自早期的治疗。你如果是要用公预算，它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法源，所以很多的这个立法院的先进就想要修正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微调，让它公务预算上面可以有法，这样才能够永续。在新药出现，会当让治疗更加精准，营造新药的可进性、可负担性，也个培养病人负责任的态度，是目前的大目标。健保署在目前强调，百亿癌症新药基金虽然是放伫咧健保基金内面，不过是维持专款专用。今年若无用煞，会累计到明年继续用。会变成安全准备金的一部分，而且按算伫咧115年争取到上百亿的规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一阵日本出现欠米大起价情形，和日本政府是开放进口来因应。咱台湾种的米伫咧日本也真受到欢迎。为着要拼外销，国内有生物科技公司甲农民来合作，合作300公顷日本的品种，而且减用化学药剂肥料来提升品质。按算今年会有2700吨的米销去日本。挂钓机咧参与来回修成，这钓米拢是5年的农民和生物科技公司去做，选择日本的品种钓米种植，并导致减少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以提升品质。未来，佮经过看守包装，就会当出口到日本。验土、验水，看再过来配合公司，再用有机的肥料来施作。这个评估计价评估一寡哦。搞不懂，他有技术啦，很难的。生物科技公司表示，因日本欠米，为去年开始引进日本的品种米来台湾种植，但去年搁咧试验种植，一温地只会当产出800至1000台斤。经过栽种和培本管理改良等，今年我和中南部县市的农民去做300公顷，一温地已经会当收成大约1500台斤。土壤的部分，我们是有用有机肥下去跟微生物菌，这个木霉菌的一个部分去加强土壤的一个病虫害的一个控制，跟让它去开根。因应这次日本缺米的风波，那我们也扩大了到日本的稻米输出。未来我们希望以中央合作，持续扩大稻米输出到日本跟世界各国的稻米政策。生物科技公司就预估，去做300公顷会当出口2700吨的白米到日本。而农业部就表示，往年台湾外销到日本的米，每年大约3500吨，但今年受到日本欠米的影响，今年外销量会当达到12000吨。明仔若长期加向去做，会当有偌济优质的米销往日本。公司新闻王雄为你报道。我来关心到最近这早冬稻正咧收成，伫咧嘉义新港的月米社区，民众就反映讲，这附近的米价暗时啊机器咧芳的声音，还有假米造成的营养，拢影响到因的生活，已经几若冬啊。嘉义县的环保局就表示讲，因会要求业者赶紧改善。白米产生的腐伫米价工厂的外口四界拢看会到。居民讲，即间米价有时阵会甲后壁的窗仔拢拍开，白米的切仔腐就拢飞入来社区内底。就切仔烟啦，啥物拢安尼飞甲安尼一四架啊！啊衫若披伫外口，迄清气拢嘛严到要死啊！平常时咱伫呼吸迄个空气，拢嘛已经拢过敏啊！而且爱透东风，才会吹位阮遐去对吧？啊是安怎真无透东风，阮遐就会影响，表示足严重的啦。在切仔车驶入去米价的工厂内底，准备要来下米。嘉义县新港外牌社区附近这间米价
互民众怨叹下米的烟囤影响到附近社区的空气甲生活。居民表示，因嘛向业者反映，但是拢无改善，已经想无办法，才会真正希望相关单位来重视。这个切仔敷，你若用着碰着皮肤吼、皮肤真侪民众吼因为安尼过敏所以我这边嘛要求环保局来稽查，嘛希望讲这个厂商会当尽速来改善。目前我们已经也要求说，它可能容易造成粉尘逸散的部分来进行限期改善，然后后续我们也会针对它限期改善的情况，然后再去做确认。如果说还是有明显的逸散或是污染到附近的居民的话，我们会用空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来进行做处理。嘉义县环保局表示，即马是早当收成的时间，已经有针对县内的米价业者来做宣导甲巡查，希望减少切仔敷这种季节性才会产生的污染。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小记话咧讲，第一讲种甘蔗互会社帮，这就是咧表达日本时代这制糖会社这无公平措施。伫咧1925年6月28日成立二林蔗农组合，落尾佫演变做二林蔗农事件，这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农民运动。明仔载也就是这二林蔗农组合成立100周年，二林在地团体嘛有举办活动，希望互大家更较了解到历史。为台湾民辈文章小解台湾伫日本时代头一个农民运动组织二林蔗农组合是安怎成立的？今年是二林蔗农组合成立100年，二林有在地团体举办行大活动，带民众行伫100年前的历史现场，了解蔗农争取权利的过程。咱为二林国校，就是当初是二林公学校，过来咱会去像咱在地马祖金联合宫，搁有咱的警察局吼，其实这个点拢是当初是不管是成立蔗农组合，还是讲咱遮知识分子来接受咱的现代教育，所以因来开始去想讲要安怎透过甲因参详的这个方式去开争取回来安尼。伫日本时代，台湾糖业的介绍拢是会社控制，所以有一句俗语讲：第一讲种甘蔗互会社帮。为着抵抗会社这无公平措施，1925年6月28日，二林在地人李应忠、楼上副顶人组成二林蔗农组合，要和会社交涉，落尾演变成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真重要的农民运动代表。这个少年囡仔，就算讲伊是二林在地的囡仔，其实做这个事件，大概有的人听过，毋过无讲做了解，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透过这个活动，互我家己本身会当更较侪的熟悉。我是最爱四界佚佗的一个人，嘛是利用这个机会，加了解一寡台湾的活动甲风俗啊，故事安尼。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农民运动的关键历史，随后嘛影响台湾各地头开始成立农民组织。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互大众了解农民运动甲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做伙思考学习100年前的前辈，勇敢站出来争取权利的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国卫院顶一日有公布上新的研究，讲这孤单会造成老大人郁卒。也毋过，若是用老大人熟悉的母语，甲因来对话，会当减轻孤单的感觉，对老大人的健康特真有帮助。新潮就有台语社团特别安排活动，去到社区来陪这老大人讲台语，算古早佚佗物仔，互大家拢欢喜甲。趣味改编歌戏，互大凯时代看甲笑嗨嗨，也有充满回忆的古早味佚佗物仔，互大家体验动手做。过程中时代做伙讲台语，也烦恼讲即马真侪囡仔拢无晓会晓讲台语啊。足好个啊，反正因为那个啥，即马那个孙仔辈吼，都那个台语拢已经要断掉了，从我孙拢袂晓讲啊。啊，我所以即马拢尽量教讲台语个啊。母语吼真重要啊！我想讲吼，这是咱虽然咧讲的这母语，这所以讲我看足多即马囡仔拢袂啥晓讲，所以若有这个机会，我拢鼓励讲，这咱伫厝诶爱讲家己的母语。鼓励时代人出来外口参与社区活动，甚至百合花台语绘本读册会，特别来到社区讲故事、搬歌戏，
办趣味的活动。讲故事给长者听，然后甚至设计一寡活动，给长者会当甲身躯动动的，然后给因回忆一寡古早时阵、细汉时阵的佚佗物啊，比如讲干乐啊、滴田莺啊、滴绳啊、一挂球啊，然后会当给因回忆遐佚佗物啊的广泛。国卫院顶日也公布上新的研究，发现孤单会造成老人感觉不准。语言理解是减轻孤单感的关键。国卫院也建议用时代熟悉的语言，像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用母语甲时代讲话，会当增加时代的语言理解，也当减少时代孤单的感觉，对时代的健康真有帮助。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对着台记者，咱继续来看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台语作品。讲到来自台南的查某歌手李德心，伊有一首歌号做《足芳足芳》，这是模仿法国话腔口来唱的台语歌，伫咧网络是引起关注。另外，伊的台语专辑《水》，这是咧描写水歹、性自主等等女性的观点。这个作品也予伊伫咧今年金曲奖入围6个奖项。我轻轻拖。开路啊个拖，有影有痛，有味有头啊。用法语的发音来唱台语，李德心的这首歌《足芳足芳》，予伊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伊讲自细汉就最爱看电视，创作灵感是对天使玉玲珑来的。我以前顺歌拢会讲一句，讲 Bonjour Bonsoir Bon vivant。啊，有真侪听众朋友是袂晓台语的，但是伊听我讲即寡音乐背后的故事，我是安怎写这的歌啊，用啥物音，因就发觉讲，其实台语足好耍的。其实台语内底有真侪歌来词，包括法语和日语等等。李德心认为，应当按有深色的音乐来表现台语的多元。伊的作品嘛，呈现伊高怪个性。不过，李德心嘛注重描写水歹、性自主等等的女性观点，也用一首台湾查某囝来展现无共无样的女性。但心通袂记你台湾的查某囝，温柔的骄傲，思想的坚强。李德心1989年伫台南出世，正11岁就开始参与音乐录音甲出版。伊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专辑《水》是伊头一张台语专辑，当中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性歌手等等6个奖项。其实这张专辑就敢若讲一件代志，就是原本的你的模样，不管是身体还是心内底，原本你生做安怎，拢无要紧，拢是一种水。李德心表示，有真侪人捌甲伊讲过，听伊唱台语歌，感情的表达等等比华语更较直接。李德心认为，是伊还未社会化以前，母语就是台语，伊唔免变做另外一个社会期待的型，所以唱台语也互伊展现上真实的模样。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美国一位日本料理师，伫咧全球开60间的餐厅，有日本料理神的好名声。伊出国拍拼的辛苦，唔愿放弃的故事，即阵是拍做纪录片，要伫咧美国放送。If you would ask people today, who is the Emperor of Japan, they won't know his name. But everybody knows Nobu. 今年76岁的上久信行是美国日本料理界传奇人物，伊真够处理高贵的食材。Every dish is like for me like the art piece. You know, have to be the beautiful and also balance the color, and so tuna and the caviar have to be, you know, how much the amount. So everything have to be the balance. 日本企业关来的上久信行，高中毕业了后，就伫餐厅洗碗学做厨师。不过，伊去美国阿拉斯加开的头一间餐厅，煞2礼拜后，因为电线烧到烧了，互伊真失志。And almost I tried to kill myself, but I didn't because, you know, I learned some love and support and appreciations. 上久伫亲人的鼓励，重新出发，搁伫洛杉矶开店。伊的料理风格，老婆伫年都真介意，促成伊家事业拓展到纽约，尾仔搁开到世界真侪国家。目前有60间餐厅，上久的料理会开甲全世界人拢介意食，是因为伊会当食巧妙，迎合在地的食材，搁勇敢创新。像讲伊伫夏威夷一场资深暗宴所发明的手路菜，墨西哥咸姜青柑。上久信行的故事，即马互人拍做
作纪录片，7月初会伫全美国上映。伊希望借由这个影片，甲少年总破西分享心得甲经验，也希望会当鼓励世间人自我挑战，安尼就会当行出无共款的人生。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玻璃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东部地区29度至35度，中部地区29度至33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29度至32度，一个外岛地区29度至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至拜五早起9点，拜一到拜五中到12点，拜一到礼拜下晡3点，大家暗时7点。7月